伫台南麻豆的济安社区，遐个侪伙人逐工拢会去关怀据点上课，除了会当运动训练身体，也佫有便当通食。社区内底嘛有安排各种的活动，会当帮助这个时代训练记忆甲反应，来预防失智症。阿公阿嬷甲老师比赛画群，赢输的人爱伫遐头搭一张大纸，大家拢耍甲笑嗨嗨。伫台南麻豆的济安社区，配合卫福部预防失智失灵的政策，关怀据点会安排无共课程的活动，找老师来甲社区的时代上课。因为这个运动模组是训练伊的记忆力、反应力，这方面呢，因为这是要延缓因失智。时代人来到社区，毋是干那运动尔，都会当互因促进脑循环，活化因的脑记忆力。除了替长辈安排课程，关怀据点也提供长照服务，有志工斗3共传便当，互来遮阿公阿嬷拢会当食好健康、食好饱。我这老人身心健康、体能上的一些活动以外，还有一些脑力的激荡。我有这个长照2.0的哈，礼拜一到礼拜五，我拢有供餐，还有一些健走的活动。社区3不5时也会带阿公阿嬷出去佚佗，透过参与无共活动，来帮助时代预防失智，保持心情快乐，提升生活品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